及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圣殿，一起来敬拜、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可以让我看一下，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家人，好吗？让我看一下，有，来鼓，我们拍手欢迎你们，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。我代表夏牧师说 ，sorry。好了，我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圣殿，一起领受天父那丰盛奇妙的恩典。愿你再次对我们说话，愿我们再次经历你，更多的靠近你，住在你的爱里面。我们什么都不缺，我们能够经历神同在的美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：一个政客到一个村庄去，然后他就去那个村庄，就跟村长讲说：“哎，你们这边有什么需要呢？”村长就说：“我们这个需要就主要有2个需要。第一个是我们有一间医院，但是我们没有医生要来。”就这个政客他就拿起电话说：“喂，明天帮我找一组医疗人员进到这个村庄里面来。”然后电话挂掉之后，就跟这个村长说：“村长 ，OK， 明天医生就会来了，你还有什么需要？”那村长就说：“第2个需要也是蛮大的问题，我们这个地方方圆100里都收不到手机讯号。”那你到底刚刚在跟谁讲话？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们就假装，你知道吗？有假装啊，假搞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假搞，我们装作自己好像时候很靠近神，好像很属灵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真的经历它。就好像我常常就用这个比喻，我在监狱里面，用这个比喻，他们拿起水罐来，然后教他们洗手，说你很靠近，但是你洗手，你有没有洗干净？没有。但很靠近水，但是他没有进到水里面去，他手不管在那边怎么搓，在门用肥皂，但他没有进到这个水里面去的时候，他的手永远都不会干净。如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很靠近了，很慕道了，参加小组了，参加圣歌队了，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，可是我们没有进到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永远只是在假装，没有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。我们只是在假装，好像有在做礼拜，事实上没有在做礼拜；好像有信耶稣，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这假装啊，很靠近，但是不代表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。耶稣说：“我以马内利的神是什么意思？我与你们同在，我跟你们住在一起。我跟你们住在一起。以马内利的神是我无时无刻跟你们在一起，无时无刻跟你们在一起。不论不是你在教会当中，你在行走或躺卧或工作或家庭或睡觉的时候，我与你们在一起。但很长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同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虽然很靠近，但是我们没有进入到那个当中。所以从所罗门王的圣殿到所罗巴伯的圣殿，圣殿越来越小，到最后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拆了之后，3天之后要把它重建。为什么？圣殿越来越小，因为他说最后圣殿要居住在我们当中，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。什么叫圣殿？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。所以当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外在硬体建筑的圣殿，而是我们能够敬拜，能够祷告，能够活出合神形象的样式，能够把神的能力彰显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圣殿。而不是像以前耶稣时代的圣殿，在外面有好多的瞎眼瘸腿有病的人在圣殿门口，每个人经过，法利赛人经过，文士经过，祭司经过，可是他们仍然躺在那边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耶稣经过的时候，这些人改变，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有病的得医治。我们是不是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渴望能够经历这样的神迹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很深很深的渴望，我能够经历神迹，因为我经历过我的师母在2021年的时候，她生病，到去年的时候一整年在住院，26次的急诊，14次的急救。这时候在外面的时候，我的心非常的冷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在急诊室外面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，那不是外面的那个冷，那连心都冷。然后你走到外面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：哇，这个世界好像很虚假，这世界都是假的。我必须往来于医院、教会、医院、教会，后来往来于医院跟监狱、医院跟监狱。我在骑车，我在开车，我都没有办法专心啊。因为我常常想说，有一个人现在，我老婆现在躺在医院里面，我常常没有办法专心。
我常常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这种 depressed， 就是非常的沮丧。在 depressed 之后，剩下就是挫折感很深嘛。我如果没有经历过神迹，我就不会相信神迹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，我明明按手为别人祷告，这个人的病会好起来。我明明看见了癌症消失了，我明明就看见这个人的忧郁症得到全然的医治。可是我不管怎么祷告，我的师母的病没有好啊。讲到这边，我特别需要插播一下，我师母现在很好，很平安哈。所以我每次讲完之后，忘记加这句，所有人都会说：“牧师，现在师母还好吗？”对，还好，在家里听直播，爱你哈 ，OK，love you。所以有时候他就会，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？这些人跟着耶稣的时候，你们看，他们这一群人跟着耶稣，他们已经侍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他跟他们都说：“还辛苦了，我们去找一个地方休息，吃点东西好了。坐船到对岸去要吃东西，不要被打扰嘛。我们师徒好好的吃饭聊聊天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服侍的心得，刚刚一起侍奉有很多开心的事情，一起来分享。分小组来讨论。可是这些人知道耶稣他们要到对岸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用跑的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病得医治。这群人，他们可能家里有人生病，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生病。他面对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，他看到其他的人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会快跑。他虽然没有办法带他的家人来，可是他期待耶稣能够为他的家人祝福。而且我们看到节期近了。以色列的过年要到了，逾越节要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于家中有生病的人，在面对困境、经济危机、工作危机、健康危机、各式各样危机的人来讲，过年那只是一个口号而已。外面再怎么热闹，桌上再怎么丰盛，你没有心情，你永远有一件事放在你的心里，快乐不起来的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面对，没有办法处理。无能为力，是生命当中的困境。即便我们说的再好听，管理就是要降低风险。任何团体、任何人活着都会遇到风险。管理为了降低风险，所以很多的管理嘛，财务管理、健康管理、各式各样的管理，就是降低风险。可是问题是，当风险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面对它？你在不管理、遇到风险，你在不管理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危机嘛？遇到危机哦，你健康健检上面有红字的，然后你再不去管它，你就有这个健康危机，就不行。你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，要管理，你不能再抽烟，不能再喝酒，你的生活上一定要好好去处理，要定期吃药。可是你还是不理它的时候，就变困境。困境是什么？进退两难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。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你只能靠神机，你才能够得救啊。用人的方法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叫困境。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进退两难了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这不是我们自己不管理嘛？即便我再怎么管理，我还是遇到困境啊。即便我再怎么管理，我的家人还是生病嘛。即便我再怎么管理，我的工作还是有出问题啊。即便我再怎么管理，我的经济还是遇到问题啊。唯有依靠神迹，才能够脱离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。记不记得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？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两大党一起来合作，为难耶稣，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困境。这行淫的妇人死定了，不管落在谁手中，他都死定了。不只是这个妇女的困境，也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困境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拿石头打他，罗马军队就来镇压；不拿石头打他，亵渎了神的律法，怎么办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当中谁没有罪，就拿起石头打他吧。”他解决他生命当中的困境，也解决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困境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境，唯有依靠耶稣，不是只有很靠近，而是住在他的里面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
求你帮助我，拯救你的女儿。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是你的事情。当我师母比较清醒的时候，我告诉她，我进到抢救室里面，我告诉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非得要进入到监狱里面去服侍，今天一定要进去。”她那时候还昏迷，可她告诉我，很清楚的告诉我说：“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。”就那一天，我受洗礼了14个受刑人，14个受刑人。在最黑暗、最没有盼望，然后看起来是没有救的人的身上，他们愿意决志来信耶稣，而且愿意戒烟。你知道在里面戒烟有多困难吗？在里面唯一的休闲娱乐叫做抽烟啊，一天只能抽8根烟，然后对他们非常特别珍惜抽烟的时间。可是我说不行，如果你生命要经历改变，你就得要戒烟。说好痛苦。牧师，为什么不放我出去？我已经3个月没有吸毒。你判多久？半年。你关多久？3个月。你不吸毒不是因为你决定不吸，是你被限制不能吸呀。我已经戒了。我说你10年前、20年前你就说你已经戒了，你再进来都是又在吸。我这次真的戒了，还不放我出去。我说你除非把烟戒掉，不然的话很难相信你。我很痛苦啊，戒烟啊，很痛苦。我说我只教你一句话，就是主啊救我，有用吗？我说你回去试试看嘛。我很想，而且他违规被放这个违规房里面，他违规室里面他根本不能抽烟了，禁烟了。很痛苦，不舒服。结果在1个礼拜去看他的时候，我说你还好吗？牧师。有用我说我们再试，1个月之后我们再说有用。你要一个见证，你要能够讲它，你要有时间累积。我不是改变，不是一下子，而是一辈子，懂吗？改变不是只有一阵子，是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讲一个见证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他现在哇戒烟第2天，我戒烟成功了，那假的，懂吗？所以你要再观察。后来我再观察他，说。牧师，我产生更多了。我的祷告从主啊救我延伸到出来好多东西。祷告什么？祷告我的妈妈，她的身体可以健康。祷告她可以能够站起来，能够来看我。我说你多久没看到你妈妈？我说差不多10多年。可是她一直记得她妈妈身体不好，妈妈身体不好。而最近的是发现她妈妈得到癌症之后，她就说主啊救我妈妈，主啊救我妈妈。他一直祷告，他说：“那你烟瘾的问题？”他说：“真的，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。”我就跟旁边的这个服务员，有个穿背心的服务员，表现良好的服务员说：“拿一根烟给我。”他就拿过来，我说：“他去抽。”说：“牧师，我真的没有想法。”拿去抽。牧师，我真的没有想法，给我抽。就拿起来之后说：“牧师，我真的没有想法。”然后就把那个烟折掉，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我就相信说，这个人是真的改变，他真的被耶稣给拯救。可是那个服务员心很痛，那我的你把它丢掉，要把你还我。但我相信他改变了，我相信他在改变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境，我们看到这群跟着耶稣的人，他们生命当中遇到困境，他们家里可能有人生病，他们匆匆忙忙跑很远很远的路，以前没有 7。没有全家，没有麦当劳，你知道他们的走路要跑很远，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很容易他们就会脱水了。而且以前在埃及，不是在古以色列，他们一天只吃1餐啊，吃晚餐啊，没有吃对他们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低血糖嘛，走路可能要走到回家的时候，可能就低血糖，走不动晕倒。他们可能已经经历1整天没有吃饭了，跟着耶稣可能2天都没有吃饭。就是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啊，你们给他们吃。腓利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上帝把又大又难的事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是为了故意要考倒我们的。上帝把我们放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不是为了要打倒我们。所以我常说，试探跟试炼是不一样的。试探是从撒旦出，先苦后甜。
试炼是从上帝而来，先苦后甜，对不起。试探是从撒旦出来，先甜后苦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好，考试喽，必考。请问一下，试探是从，非常好，先后，试炼是从先，这样你可以分辨了吧？所以一开始你如果很开心啊，哇，我今天我这个牧师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大概我找到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了，太好太美好了。啊，你不是已经结婚了？可是我觉得我很平安，假的，懂吗？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这些人，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遇到生命当中的困境，没有办法。他们不是只有听了心里很满足以外，耶稣说不是，我要让你们更真实的经历到道成肉身的神，不是只有听，而是真实的能够感受，真实的能够感受。所以那时候以前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都生气，我都对我师母说：奇怪了，这一群人，这个事情跟他们有关的，饿肚子是他们，又不是耶稣跟他的门徒，为什么责任在耶稣身上？你们记得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，有没有无动于衷的这一群人？这么臭，对不对？穿着草鞋在外面走整天啊，对不对？进入到人家家里面要做客，而且已经要过节要吃饭的时候，脚那么臭。然后里面以前又没有抽风机，又没有电风扇，也没有冷气，进去有闷又臭的味道，大家就假装听不见看不见，无动于衷。我说这群人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看得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得很生气，怎么会有人无动于衷？我师母跟我讲说，无动于衷一定有他的原因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后来我开车经过到嘉义去正道的时候，经过巴掌溪，我突然间我懂为什么这些人无动于衷，因为他们是束手无策、习得无助，看得到救得到。你们记得巴掌溪事件吗？看得到救不到啊，他没有办法，无能为力。他面对自己的经济出问题，他能有办法吗？他面对家里有病人有办法吗？麻风病人遇到自己是麻风病，他有办法吗？12年血肉的妇女，她有办法吗？有办法，他们不用找耶稣了。这个叫习得无助。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象很好玩哦，它那个稍微的一个那个绳子往它脚一套，然后那个竹竿细的要死。我说奇怪，这个大象挣脱就走了。结果导游就跟我们讲说，他小时候被绑习惯，怎么挣脱不掉，所以现在只要有绳子套在脚上，他就站得不动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被困境困到习得无助了。我们的生命当中觉得不可能，不会改变，这就是悲剧。但事实上，神不这么想，他突破我们的想象，突破我们的想法，突破我们的习得无助。有个故事就这样说：一个小朋友，他们的棒球队打击啊，落后非常多啊，然后就旁边就有人说：“你们要不要放弃算了？落后太多。”他说：“怎么会？下一棒是耶稣他常常能够带领我们反败为胜，能够带领我们的球队可以反败为胜。你是跟耶稣同一队吗？你是只有参与在这个团体当中，还是参与在团队当中？所以我常常说2-8法则，就2成的人在服侍，8成的人受服侍，这个叫团体。可是如果8成的人在服侍，2成的人在学习，这叫团队。我们究竟是团队还是团体？我们是看得多、听得多、受服侍的多，还是我们服侍的人比较多，还是学习的人比较多？所以以前在牧会的时候，最害怕遇到很多人的问题，很多人的问题。常常我们要处理的问题，我讲电话去探访，讲不完的。可是如果今天有小组长起来侍奉的时候，哇！我发现大家可以一起分担问题的时候，非常开心。然后重点是小组长他们常常会看着我就说：“牧师你辛苦了，
以前我都不知道牧羊那么辛苦，因为你常常遇到那种三角六条的人，你听有无？奇奇怪怪的人就这样，对不？嘿啊，所以但是他们自己去牧羊之后，才发现那么不容易。所以当耶稣说到突破你们生命的困境当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让你们这样想过，我从来不会让你们想说在困境当中要让你们吃饱。”所以那时候在美容的时候，我算一算，我们每个礼拜有爱餐嘛，因为长辈他们做完礼拜回家之后还要再煮，其实很麻烦的，所以我们要煮爱餐。那时候我师母要煮爱餐，我就算一算我们教会的经常费，1周的爱餐差不多是2000块，然后要煮给多少人吃？我那时候聚会超100多个人，留下来聚会的时候，留下来吃饭超80多个，有时候有客人90几个，预算只有2000块。我就不答了，我就说2000块煮爱餐，知道吗？这个所有的人都很头痛。结果我师母他们竟然还可以煮出，我记得是4菜1汤，然后还有甜点。我说你们哪里变来的？他说我们准备很久呢，这个清晨我们就要去找比较便宜的地方买菜，然后跟他的小伙伴，然后就开始准备，而且真的是多到有剩，这是我这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。很多人还可以包回家吃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一个天使拿着5饼2鱼来到你的门前呢。所以一开始我派去到美容的时候，那时候很担心，跟傻瓜一样，什么都不懂。就像刚刚牧师说的，好不容易男神学了3年台语，就派到美容，美容在什么地方啊？客家教会，应该在桃竹苗嘛。我是北部人，没有在高雄山区啊。就去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知道、不了解、不明白啊。去的时候，第一次开完会的时候，我的小会议长曾昌发牧师，他帮我这非常非常多。他告诉我说：“正好，如果开完会之后，你了解这间教会的状况，你可以马上离开。你把东西放在车上，你想去哪里，我载你去。”我那时候我就想啊，我来这边呢，那个美容板条还没吃到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说牧师，我再留下一下好了。就一留了，我常常说我是留美的，留在美浓的，留了10年了，留了10年。所以看到第一次结算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8月2号就任，然后8月6号是我生日，然后我就到旗山铁桥，就坐在那边主，你让我来这边干嘛？我真的不懂，我来这边干什么？这间教会充满问题，我不是他们的错，你知道吗？乡下教会是有资源不足，然后四处接待，然后人口外流的问题，这不是他们原本留在乡下的错。可是你新来传道，得要面对这些问题，到底懂什么不懂，会什么不会？我说主，我应该要做什么？就很清楚听到神的话说，不是你做什么，你看我做什么。所以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吓得要死，摩托车骑得老快了。我一直回头看，说耶稣有没有跟上来？读了2间神学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啊！我一生就浑浑噩噩读了台神，浑浑噩噩读了男神，没什么呼召。可是那一天我竟然越侍奉越清楚，哇，原来这是呼召，也这上帝突破我身边那个困境，突破我的这样自我的看法跟想法。所以那时候8月8号的时候，8月7号开始下大雨，8月8号88水灾，我就看到那个教会水烟越来越高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门被吹走，啪一下吹走，然后我就坐在2楼阶梯，然后在那边打电话，我同学说还好吗？志豪，我说没事啊，水烟很高。就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门在那边飞，在那边滚哦，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拿一个绳子去把它绑在身上拖回来啊！走过大水，那水已经到我腰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们说找不到我的腰，我知道，没关系。笑得自己去外面罚站，你们的爱心呢？好。结果后来我就把那个，我越看越讨厌，我那个门就跟我一样，就是原本在那个地方你应该要挡水的，原本应该在对的地方的，原本就是应该要站立好的，结果你怎么会那么没有用？风一来就吹走了呢？
我把它拖回来放在人框上面，然后我就把它挡在那个地方。同学打给我说：“志豪还好吗？听说高雄很严重，没事啊 ，OK 了，没事，风和日丽。”旁边隔壁的长老娘在旁边说：“快点走，传道，水太多了，你赶快走。”我那时候很生气嘞，我说：“你来演我这个教会干嘛？负债累累，小教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教会，你干嘛不去淹双连呢？不去淹德胜，不去淹高雄灵粮堂？”我知道这个愤怒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生气耶，真的生气。然后大家都去第一次传道士训练的时候，大家都跟立长老一样穿得很帅，因为他们都会。我们那时候长老教会传统啊，不晓得夏牧师有没有这个传统？杨志，你们那时候有传统吗？去的时候先帮你做一套西装，没有吗？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对。可是我同学都有，好奇怪哦。真的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做每一个都长得很帅。就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是从从容容、悠然自得啊，我是匆匆忙忙、连滚带爬啊。第一次去新竹圣经学院训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奇怪，我怎么那么衰的那个样子，这好衰的感觉。可是因为这样子，神看见，然后第一次看到周报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戴修英长老奉献1万块，我说哇天哪，这个乡下竟然有人奉献1万块，这大客户。不对，讲错了，爱主的姐妹。得去探访，就去他家的时候，我感动，你知道吗？我骑车去他家，看到他在做资源回收。团队你来啊！我说嘿呀嘿呀，你在创啥？我做资源回收啦，来啉茶啦。进去做的时候，我眼泪快要流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不是富有的人，可是他做资源回收，只要赚到1万块，他就赶快拿来奉献给教会。他现在101岁，前一阵子拿赖总统的这个颁给他的金牌，他经历儿子过世，孙子突然之间因为在中部读书，突然间工作过头倒下去，转了3间医院没说没救，他经历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可是神给他的祝福跟恩典非常多，所以他的孙子现在是郑颖忠牧师在高雄巡礼会圣光隔壁的那间教会，然后他经历好多好多好多很美好的事情。我跟他要照片，如果你们等一下想看的话，可以来找我，给我看他们照片，可以顺便看我以前在富强很瘦的时候的照片。开玩笑的。好所以到后来呢，我感觉另外一件事情是，有一个谢长老，他那时候他一直在帮忙教会。他那个时候不一直帮忙，他那时候因为他被资遣，他拿他的资遣费12万来到教会说：“志豪，你先拿去，我知道你们教会现在需要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这是你的资遣费，这样不行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：“你老婆知道，不能让她知道，她会生气。”所以他说：“你要去用吧。”就后来前一段时间我打给他，我就说那一段时间他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那一段时间我奉献12万之后，我到现在没有后悔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”之后的9个月，有天降玛纳安屯低飞的恩典，神在供应他们，从来没有缺少。就这时候，他长老娘在旁边就说：“那时候我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有2个小孩要养，然后他没有工作，我不讲。可是那9个月真的经历神的恩典，他长老娘失明看不见，可是他就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他的长老娘突然之间就哇啪，眼睛明亮看得见了。他说：你知道吗？”牧师，我跟你分享，当你对神认真，神就对你的祷告认真。这些话一直放在我心中。当你开始对上帝认真，上帝就对你的事情认真。当你随随便便，上帝就对你的事情随随便便。所以到后来，他在9个月之后，他到一个外商公司担任经理，20多年，后来退休。现在在这个叫做社区大学，在教体适能。所以他当他单纯来到神的面前，单单就把东西献给神的时候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能够经历神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，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。我们自己也经历这样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。在我去更生的时候，怎么算我的支出都没有办法 balance， 没有办法打平。
可是每个月就有奇妙的恩典。重点是我常常几乎只要是统一发票开奖，我都会中奖。你们有这样经验过吗？没有吗？那你奉献的还不够。所以呢，当你开始为神认真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在想说，够用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够用恩典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在第10页里面讲，够用恩典它就是一定会发生，它不是随机发生，而是一定会发生，而且它是适时、适当、适量，最刚好的时间发生的，最刚好的时间给你的，而且它是最适当、最适合你的，而且那个量刚刚好，多了恐怕你忘记神，少了埋怨神，所以我要用这个水壶来做比喻。这是我们一天24小时这你的时间、体力、精神力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是你的工作，我放这边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？会吗？看得到哈。然后这是你的家庭生活，这个是你的服事教会生活，这个我们先不理它。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不是吗？很努力工作，让他能够生活能够达到 balance，8个小时工作，8个小时回家，然后呢，你能够分配时间在教会当中。教会怎么只剩一点点而已？好，我尽力让它平衡了。他说牧师为什么不把它装满？因为你要休息，你要睡觉，你要滑手机，不是吗？你要亲近神的时间，你一定要有那种 space time， 要有一点空闲的时间。今天遇到要加班的时候，你会从哪边抽时间？从家庭生活抽时间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今天晚餐你煮我得要去加班了。OK， 牧师，对不起当你又要6日要加班的时候，从哪里抽时间？教会生活。你们有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们有在听吗？真的吗？考试这个是，有呢。这个是，先不管了。这是你，从教会抽时间，这时候意外发生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你花很多时间在工作，意外发生的时候，家里有人生病，遇到困境、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你是还有力量要跟公司请假，家庭生活受影响，教会侍奉受到影响。暂时的没关系，如果它很长期怎么办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有限的人跟无限的上帝的连结嘛，不是吗？上帝来帮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上，在家庭生活当中，在侍奉当中，都有丰富而充满的恩典？这叫做够用恩典，恩典够用，懂吗？如果我们只有靠自己，那其他同工来帮忙，他们有他自己的生活，他帮不了多少的。你靠你自己，常常在那边 balance， 再转过来转过去，累得要死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如神助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，而是当我们懂得祷告跟神支取能力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截然不同。所以当我那时候受呼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存一笔钱，可是那时候刚买房子。那不是我不负责任我真的有存钱当学费，可我爸就会说：志豪，我跟你借钱，我去投资，知道吗？通常讲这句话都是不好的开始，因为在我有记忆当中，他投资从来没有成功过，所以他每次到我考上台神的时候，然后要缴学费的时候，他就说：哈，全部输光了，没有了。可是在这段时间，我去读书的时候，跟神说：主，拜托你20年的房贷交在你手中，我一期都不要没有缴到。果真这20年没有一期漏缴，而神不只是负担了我的学费、生活费、房贷，他把所有应当要想的全部都做好。
所以因为缴清了，所以我才敢讲啊，不是吗？还没缴清，我怎么敢讲这个见证？所以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，当我们对神认真，参与在上帝国的事工当中的时候，当你开始对神认真，你参与在教会当中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在旁边看，假装洗手，假装吃饱，假装喝足，假装没事，假装做礼拜，而是你必须参与在上帝的国当中，更往前走一步，更往前走一步。最后，我用这个故事来做结束。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满载乘客的这个爱尔兰女皇号，然后呢，这个船上他们有住非常多的乘客，然后有1000多名的乘客，1400多名乘客，然后呢遇到船难。同时呢，船上有100多名的基督教青年军，救世军青年军。那生存的人有400多人，可是这100多名的孩子、青少年全部都不见，一个得救都没有。他根据记者去访问，他们就回忆说，他们的房间刚好在这个救生衣的隔壁，他们是第一批穿上救生衣跳到海里面去的人。可是他们在海里面做一件事情，他们游到没有救生衣的人旁边，问他说：“你信耶稣了没？”那个人说还没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穿在他的身上。就有一个彪形大汉，他在水中载浮载沉，他已经快要溺死的时候，一个小女生游到他旁边扶住他说：“你信耶稣了没？”他说：“还没有。”不用管我，我等着去地狱享乐。可是他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，穿在他的身上，又离开他的身边，等待死亡来。就这个先生，他就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，丢回去。他说：“我已经预备好要去地狱狂欢了，你不要管我。”这小女生愤怒地把救生衣丢回去，说：“我已经信耶稣，我得救。但是你沉沦之后，你不会去，我不知道你会去哪里。”这大汉流泪把救生衣穿上，看着小女孩沉入到海里面去。他说那一天这小女孩救了他2次，一次是海里，一次是从地狱里面救上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，是我们在困境、痛苦、难过、害怕、惊慌当中。可是当我们遇见神，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会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，如同这个小男孩单纯的相信的时候，就他把这剩下的12篮碎屑带回家，他妈妈说怎么了？他不知道，5饼2鱼给耶稣，结果就带了12篮回来了。有人说这个神迹有2种解释，第一种是当然是分裂说，第二种是人家看到小男孩所做感动，把自己藏起来的便当拿出来跟他分享。说牧师，你相信哪一种？我2种都相信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讲，真实的改变是人心的改变。神迹能够让人愿意把东西拿出来分享，这是一个非神迹的改变。可是分裂，我相信耶稣做的这个分裂的面包，变出新的面包，是给小男孩的恩典，让他可以背12篮，告诉他妈妈说：“我不知道5饼2鱼，但是如今有12篮背着回家。”所以我要讲一个叫神迹方程式。上帝的恩典、人的信心跟抓住神的行动，神迹就必然会发生。我一直经历这样的神迹，跟一直经历这样的恩典，不论是在美容、在忧伤、在监狱工作，在面对我师母的病情，我一直经历生命当中一直有天使带着5饼2鱼来到我生命当中，但是我看到神回给他们的。他们在诉说接下来故事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。如果明年还有时间，我可以再来的话，我可以再跟你们多说一点，可以吗？我明年可以再来吗？有录影哦。OK， 愿上帝赐福大家，愿上帝能够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充满你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愿你再次恩膏在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，充满
在所有弟兄姐妹当中，当他们经历痛苦、哀伤、难过、失望的时候，再次帮助他们重新转向神，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，经历神同在、医治、平安、丰盛，充满他们。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同在的美好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